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7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48篇，箴言第8章32到36节，约翰福音21章第19节到24节。今天的主题是听主的话。时常会听到人家这样的问：哎呦，那个某某人啊，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底可不可以进天国啊？或者有人会问到说：这个人他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他还可以得到应许进入天国呢？他们这些人就会举例如同之前我们台湾发生的这个枪击要犯还有撕票的这个案主嫌陈进兴他在被抓在狱中的时候，因为有牧师关心他，据说他在接受死刑之前，他悔改信主，而且受了洗。当时候消息一出来，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就出声音反对他的受洗是有效的。也有人批评那个十字架旁的一个死刑犯，他请求耶稣在得国的时候纪念他。耶稣说：今天你已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些人认为这样的救恩太随便，太便宜了。这些人其实根本就是忘记谁是上帝，他们忘记了谁才有审判权，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审判官。有人说犹大出卖耶稣一定不能够进入天国，当然大多数的我们都会这样的希望。又有人说如果没有犹大，就没有受苦的基督。真的是这样子吗？出卖耶稣的犹大真的有那么伟大吗？这些人的口中连犯罪出卖耶稣都可以变成这么伟大，那这还是什么世界呢？也如同最近常常被提起的民意代表说着要服务乡民后来就变成为自己谋取福利，侵占公有地，这样也能够变成自己这个当政的政绩。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听到了有人出卖耶稣的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就问了，说这个人将来可以将来会如何呢？耶稣基督就这样回答。耶稣说：如果我要他活着直到我来，你这个也不关你的事，你只管跟从我吧。如果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句话，如果我要他活着直到我来，这句话成立或是说实现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人说：哎呦，这不公平啊！就如同耶稣基督他的比喻，就是那个葡萄园的比喻一样，有一些一早就受召进去做工的人，一定会批判那个下午才进去的人说：他们怎么可以跟我领一样的报偿呢？但是当彼得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会如何？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回答，他说：如果我要他活着直到我来，
也不关你的事，你只管跟从我吧。耶稣其实是非常明白的提到，审判的主权不在彼得或是其他人的身上，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上。基督徒的呼召是什么？就是专心的听主的话，跟随主的脚中行。因为耶稣说：“你只管跟从我吧。”歌星周杰伦他有一首歌曲名叫做《听妈妈的话》。这个歌词里面这样写道：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看那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但是却得到一台旧旧的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一段话。许多人对于信仰仍然维持如同小孩子一般的程度，还停留在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这样的一个阶段，却不知道听话的重要性跟好处。当彼得问为什么，或是问他会如何的时候，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你只管跟从我吧。箴言也是这样的说道：年轻人啊，现在要听我，照我的话做，你们就有快乐。要听从你们所受的教导，要明智，不可拒绝。听从我话的人多么有福啊！他天天守在我门口，在我家门边等候，找到我就是找到生命。他会获得上主的恩惠。没有找到我的人，就是伤害自己；恨我的人，就是喜爱死亡。听主的话，就必能存活；但怀疑的人生，却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只要学习专心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就能够进入救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48篇。要赞美上主，你们要从天上颂赞上主，要在高天颂赞他，他的众天使啊，你们要颂赞他，他的众天军啊，你们要颂赞他。太阳啊，月亮啊，要颂赞他；闪耀的星辰啊，要颂赞他；天上的诸天啊，要颂赞他；天上的众水啊，要颂赞他。愿万象都颂赞上主的名，他一命令，一切就造成。各国各有固定的位置，永不改变。他的命令谁都不能违背。海怪啊，深渊啊，闪电、冰雹和雪和云雾啊，遵行命令的大风啊，要从地上颂赞上主。大山小山啊，果树森林啊，野兽牲畜啊，昆虫飞禽啊，
你们都要颂赞他。君王啊，万民都要颂赞他，愿他们都颂赞上主的名。唯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超越天地。他使他的子民强盛，因此他忠贞的子民以色列，所有的亲爱他的子民都颂赞他，要赞美上主。感谢天父的保守，我们得以度过将近2年的疫情的侵袭，渐渐的已经进入年底，迎向新的一年。求主继续保守看顾，赐给我们力量。感谢奉主基督的名，阿们。